嚟，唔使我教翻湯，我教翻阿 Ben。阿水，我教你好嘛？唔好。我教你啊。哦。想打大聲好耐㗎啦。你咪打佢咯。嚇？你咪打佢咯，你對我好嘅。你做咩呢個先好難分㗎？新嘅。O K 㗎啦。啊，呢度有啲。我都有。係啊，贏緊啊！個弧度高啲咧，你褪後嘅時間就多啲。如果你個弧度太低咧，我就追唔到啦，因為太快啦個波。係啊，你個弧度太矮啦，係啊，你個速度係快。不過如果佢擋到你嘅話咧，我就喺後場走唔切。唔關你事嘅，睇唔到啊！遮住，少少多嘛。遮住你啊？係咪遮住嗰個？遮住個鏡頭。Sorry，關落。哇！走死啊水哥啊！你個水都走到喎！走死啊水哥啊！你阿希坐埋啲。真係走死啊！哦。係咯。加油！輸啊水！得阿 K 開個。二咯。水之味哦。
打完之后那个眼睛就一看其他地方就，是不是有一点紧张啊？不知道啊。我感觉他打球那个击球点，要再快一点，他那个球比较厚，以致那个重心啊，出去的时候不是往前，他是站在本来呢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打，但是他往往球就在这里，他那个所以呢他压不下去了，他那个球压不下去了。压不下去，但是他重心还在后面，启动的慢，对，他击球点要快一点，那个重心在前边就很快的出去。坐開啲人打到你。那个情况好像在想东西。对，就是他打完球之后，他没有看球，他那个头就甩过来，想东西，在想第三球怎么打。对的，他已经往下面球去了，我们还在想这个球。哎呀，爭啲冧到 OK，这样往后就很难打了，那个腰弯的太厉害了，很难打。所以还是脚步的问题，腹部要有力气。对，脚要走快一点。腰弯的太厉害了，很容易闪腰，而且力也不大。整个的压下去，就像你扣杀一样，整个要压下去。往后没关系，但是你要快一点，就是要往前压的时候速度要快一点。看人家打好像很容易，但是如果是自己打呢，有时候也掌握不了。对。看人家打好像很轻松，打得好漂亮哦。对啊。万一自己打呢，就有问题了。我發覺以後咧唔好打俾阿 K 啊，要打兩俾阿 Fat 啊。阿 K 咧好多波都擋到啊。哇！
係打你㗎啦，你兩個。嗱，我都話佢打你啊，拜拜。要不要去喝咖啡啊？好了，你说那个新开的。对啊，新开的，在图书馆那个。啊？图书馆好像开一个 icon 的。是吗？对啊。今天刚刚开的。你现在去没去沙巴？对，我一般去。沙巴好贵啊，一杯咖啡是30块钱。哎呀！如果你买的是开始直接可以直接30块钱。就可以挣20。自己的杯子，任何的杯子都可以。自己的杯子。OK，好，那我就拿杯子过去。我拿那个杯子能不能？可以，但他肯定，他只会给你该有的量的。你買多少他就多少。你帶一個放邊個冇？攞跌咗先。佢跌咗先。跌咗先。冇啊，冇就地啊，跌咗冇。係啊。我個打工嘅，好笑啊！好波！哎呀！好嘢先，你兩個。20哇，好精彩喎！好精彩喎！阿 Fat 好緊張。哇，19-20啊！你兩個出嚟。喂，好啦，阿水你唞下先啦，阿大。好，你嚟。幾韌啊水嚇！頭先嗰球唔係掂網㗎。OK，嚟，拎嚟。得唔得你希你？令令。有啲耐啲就係。
佢哋嘥咗呢個。幾多啊？哇！呢個波做乜嘢成日都打到個框嘅？係啊，技術問題啊。幾多啊？嘿啊！啱㗎啦，呢個距離。即係任打位置。喂，你家佢追唔到㗎啦，個波太快啦，個波好快喎。
打得好輕啊！咁都走唔到又。我知你做啲嘢啊，你係寬步㗎。唉，唔應該咁。意飛，唔應該咁。希啊，你仲係咁喎？唉，嘥晒。Sorry 啊，風大啊，因為我冇玩。大飛已經大出晒界，㗎！我哋中意打你吹啊！都嚟唔到。我應該你想擺你群組得你，炒你魷魚啦！我要慢慢識你個牌卡，呢塊卡咧好輕啊！太細力啦到我哋啦。呢個唔打，呢個唔打我打。嚟嚟嚟嚟。你打。搞掂啦！